So nice, so nice that I got you. Wow! breaking 的环节了，首先有请经常会给我们带来惊喜的第一位，我们的 B-boy 的 judges， 我们来自上海的 Caster Crew B-boy Danny。我说吧。 我跟你讲，真的，这个舞蹈啊，到这一步，我们中国真的已经有自己的风格了，而且的确赢得了世界上所有人的掌声。所以我希望也有更多的人能够像 Danny 这样，能够像每一位，包括 Dino， 包括我们的亮亮，都有自己的风格，为我们自己中国人加油！谢谢。好，最后一位 B-boy 的 Judge， 我们的 Focus， 有请。 What you got? Make some noise, focus! 这里是郑州，美丽的郑州炫舞世界第2届中国郑州国际街舞大赛颁奖环节到此结束，感谢所有的选手朋友们，感谢辛勤付出的评委老师们，感谢一直陪伴我们的观众朋友们，期待我们的再次重逢，明年再见。